因为猪肉起价，中华真出名的美食控肉饭嘛对咧起价，有一间已经开80年的老店，起5块，一碗变65块。香港的控肉，落加金红金黄，落接蓝起嚟，各种规地控肉硬起来扛伫咧白饭顶悬。地中华控肉饭是热门美食，对早起到暗时排队拢排甲热长。严过地中华市，这间80年控肉饭的老店，因为猪肉价小一直起，店家决定对今仔日开始，一碗控肉饭对60块起到65块。是讲民众敢有法度接受？无法度接受，你爱食哪法度？原料起价绝对不是猪肉呢，嘛带动其他的部分安尼。我们就适时的微涨5块钱，只有在控肉部分的控卖部分安尼。就算是起价，也是有未少人起来买，5块钱无的确搁伫因接受的范围内。那中华企鹅，另外一间控肉饭的店家是起10块钱，控肉饭对一碗50起到一碗60。这已经跟我涨了2波了，所以我也是撑了到现在。那控肉饭受到影响，就连肉圆也起价。中华这间排队的肉圆店，当粒肉圆外皮是煎甲落脆脆。不过对今仔日开始，一粒肉圆嘛对55块起到60块。我无差，要食我无差迄啦。猪排介绍讲袂得个，用到猪排食食拢咧起价，是讲只要口味无变，介绍小调一个，每少人客也是愿意开钱，甲店家支持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